王驾到！刚才进来那人谁啊？救您性命的九王啊！私底下和齐胜关系如何？见面就掐。我上次出宫不小心撞见九王了。三哥，从江北回圣都路途辛苦，我敬你一杯，当做是给你接风了。三嫂，三嫂素来性情豪爽，酒量更是不在话下，可否给本王一个面子，和本王干上一杯？啊，不就是一杯酒吗？放下！就一杯酒，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。来人，给我和九王拿酒碗来，再来5坛酒。是。九弟，你三嫂虽是性情中人，可毕竟还是女流之辈，厅堂之内与男人对饮，毕竟有伤大雅。不如我替你三嫂干了吧。九弟，你也干了吧。让我们来为九王鼓气吧！好，九王爷，九王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九王爷，九王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九王爷，太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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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，姐妹们上！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干嘛呀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，太子爷们！别打了！你们可是太子的妃子！不要！你是太子爷的妃子啊！太子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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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子爷！贵圈太乱了，我撤了。太子爷，太子爷！你先在这候着，里边有鬼。你到底什么鬼？这的确不是南侧，看来这次是我走错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针对这2次厕所惊魂事件，就当我们达成了友好合作共识，以后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，我也算报了你的救命之恩了。三嫂尽管放心，不过本王实在是不解，上次为何会在青楼那种地方遇见你呀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？有些公事啊，迫不得已才在那种地方商榷的，并非你所想的那样。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，我竟无言以对。那日杨言也在啊，不信你可以问他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又不关心那个。再说了，男人嘛，去那种地方很正常，我懂的。啊？绿篱，绿篱，
大半夜的约我来这儿，宝贝儿，这大风天的，是要跟我那个呀？你丫谁啊？喂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小美女啊？嘘！哎！僵尸！哎呀，这晚上穿一身白，明晃晃的一坨，太吓人，跟小倩一样。哎，那男谁啊？你仔细看清楚啊！原来绿篱把我约出来，不是要跟我约会，是让我过来捉奸。是吧？那日延春殿中，你对姐姐的态度和从前很不相同。你是否对她生了情意？我对她，我和张鹏鹏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只是皇祖母在场，我要对她稍作体贴些。那为她挡酒又是为何？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。我只是想借机让九王下不了台。你曾经说过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可曾记得？当然。别忘了与我兑现此言。哇，我好冷。我也觉得有些冷。不如我们先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。你不是冷？哎呀，人家姑娘说冷，你就该把外套脱下来给人家披上呀。哎，有桂花糕，要吗？哎，不要，自己吃吧。哎呦我去，抱着抱着太子殿下抱着，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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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手，你先回去吧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是来这里看月亮，你信吗？回去，禁足。哎！凭什么你可以在这里看星星看月亮，我就要禁足啊？娘娘，我的衣服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别走啊，娘娘，娘娘，我的清白，我的名誉啊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